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Ocean Knowledge， 我係 Josie。今集介紹嘅海洋生物，大家可能都喺金魚街見過。佢哋外表好靚，身上面有粉紫色嘅斑點同埋黃色嘅邊緣。佢就係俗稱貴賓蝦或者小丑蝦嘅油彩納莫蝦 （Harlequin shrimp）。油彩納莫蝦棲息喺熱帶太平洋同埋印度洋嘅珊瑚礁，體長可以達到5厘米。通常一雙一對咁生活，而雌性嘅體型通常比較大。油彩納莫蝦以海星為主食，佢哋會合力抬起體型比自己更加大嘅海星，搬返去洞穴嗰度慢慢享用。佢哋會將海星翻轉，用獨特嘅色竹，即係我哋所謂嘅鉗嚟切開海星，由最柔軟嘅管竹同埋軟組織開始食，直到剩翻中心嘅圓盤。有時海星會自斷，遭到攻擊嘅腕竹，嘗試逃離。但係有時損傷太嚴重，腕竹就可能生唔返出嚟啦。喺進食過程入面，油彩納莫蝦可以從海星身上攝取毒素，所以對掠食者嚟講，油彩納莫蝦係難以入口，甚至乎係有害嘅。亦都因為咁，佢哋唔需要好迅速咁行動嚟躲避掠食者。早幾年嘅暑假，有傳有人喺西貢嘅火石洲見到2隻油彩納莫蝦，不過當大家去到嘅時候咧，揾極都揾唔到。不過唔緊要啦，有機會嘅話，大家都可以去到台灣、印尼或者菲律賓碰下運氣。今季 Ocean Knowledge 暫告一段落，多謝支持，有緣再見，拜拜。